人讲田头田尾土地公，一个庄头毋那一间土地公庙尔。咱来看新店暗坑，过去是农村，因为是伫咧山内面，庄头较散，所以这大大细细土地公庙加起来超过30间。当地文书团队为着要互少年辈会当透过这活动来接触到文化，来熟悉在地文书，因着利用这3D 摄影记录庙一个文物，甚至是配合着 AR 加实景地图，加上上界新的科技，展示传统信仰，希望更较侪人来熟悉土地公伯啊。手机啊，扫一个文物就出现伫咧荧幕内底，毋那相片尔，阁会当放大缩小360度灯咧看。这是新店暗坑文化工作室规划的土地公 AR 展览。俗语讲田头田尾土地公，是因为农业社会做田人敬拜土地祈求好年冬，所以会伫田环边起土地公庙来拜。但这个文化因为产业变迁，伫现代社会是较少互人重视。为着使更较侪人来了解传统信仰，文书团队用上新的科技，透过3D 摄影记录文物，结合 AR 加实景地图来展示在地3间土地公庙。因为即摆的科技技术发展都足好的啊，咱全扫描出来，就会使看到甲现场的同款的物件，伊的大细啊，咱就会使看伊的迄细节，互大家都像伫遮，就敢若伫遐现场同款安尼。文书团队讲，暗坑过去是农村，加上伫咧山沟庄头较散，所以大大细细总共有30多间土地公庙。因发现透过考察庙内面的文物，会当看出产业甲在地变化，对土地公的信仰也会当互大家熟悉地方。想要互咱少年辈较知影讲，原来咱住遮有遮侪土地公，代表咱的庄头的发展吼。可能古早时代是种田的哦，田头土地公，尾啊因为咱遮起厝，因为咱遮有一寡新的移民，所以换做即摆看的大庙安尼。另外，因为过去田头田尾的细间土地公庙通常是居民家己起的，所以团队嘛做出一个1:1的模型，互民众会当体验起庙。因讲上主要是希望用多元的方式，互大家对传统信仰甲地方产生兴趣和文化来延续。记者王可选、柯秉哲新北报道。